天星今季3歲，在大衛希斯馬房評分由52上調至63。上仗初出於沙田4班1200米輕取海陸寶後，今仗續戰4班1200米，續配希威森負135頂磅出戰。該區於14檔出閘起步後順利移入二疊馬群領頭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，在最後200米與海南寶雙雙拋離群區，最後在好地時間1.09分16及末段22.73力追前區，以第2名過終點。在全日正常步速下，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18線，比同晚3班賽事快2線完成，比另一組4班1200米快4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已有如此表現極為出色。賽後報告表示，該區趨近200米處時外閃，導致希威森需停止吹策及修正坐騎，其後不久改以左手握邊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3歲澳洲馬今季雖然仍見幼嫩，但已發揮如此能力，相信升班後仍有力取得更多長頭馬，需要密切留意。入邊仲有幸運旅程啦，出邊呢仲有閃光燈大外檔係考眼光嚟噶。最後100米到海南寶依然有半個馬優勢啊，天星片嚟片去響呢個第2位追緊佢，接近終點海南寶咁啊好有機會一放到底啦。跑第2名係天星啊，第3名幸運旅程，第4名係考眼光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海南寶用翻一個放頭嘅戰略，咁啊以前佢都試過噶啦。結果今場賽事一放到底，天星呢片嚟片去啊，跑翻個第2。幸運旅程第3，考眼光跑第4。好啦，尤達榮得勢不饒人啊，贏完一隻又一隻啊，3 win 啊，就頂住隻天星啊。臨尾落飛落得好勁啊！第3名呢，幸運旅程擺前面走1檔。第4考眼光。不過呢組馬啦，都有好多都個情緒受到影響啊，喺閘後。陸續威嗰啲又唔快，早段有好檔都冇用，反而幸運旅程真係你唔信，一檔又。